聖誕就到了，聖誕講到咩呢？聖誕都講個天父嘅愛安排對於呢個勇敢嘅人類，因為到呢個羅馬書第8節按樣人講這家啲，上帝天父獻出嘅個愛本這個人類，透過耶穌基督死本這個在十字架嘅，那當這個還有罪嘅方面。那人類每隻人世間你喺度都跌落罪惡嘅方面，但係上帝嘅愛安排透過耶穌基督嚟世間出世，死在十字架，贖這個人類本嘅罪惡達到嘅方面。那羅馬書第9節按樣講這個啲，今下係咪人相信上帝耶穌基督啥？這個透過嘅寶血，這個得到義人，意思這個對嘅人。因為到這個嘅罪本件原諒hết，本件赦免hết，這個得救從呢上帝嘅處罰，這樣人這個係相信耶穌基督係個上帝係個救主，這個嘅罪本件赦免hết，因為到上帝做了本這個，當佢死之時喺十字架，透過基督，這個還有罪之時，那一彼得2:24節用講這個啲。佢設家誕生，就係講我耶穌基督佢家誕生，比設家嘅罪，在家嘅信仰嘅啲，在十字架嘅啲。嗱，為到咩呢？為到設家死在罪惡呢個方面，設家生在真理理想。嗱，這樣人設家係相信耶穌基督，因為佢間罪太多，但係家係滅亡，但係家係死路。嗱，透過耶穌基督嘅寶血。親像這個下面這個嘅罪，這個得到生在真理嘅方面。那這麼講，透過這個變相，這個得到支持；透過這個變相，這個嘅心中的壞嘅心、唔好嘅心得到支持；透過這個變相，這個嘅平通也得到支持；透過這個變相，這個隆重天下嘅神法。得到支持，那上帝嘅愛十分睇虧了路本設家，透過佢嚟到世間，死在十字架基督，就係贖這個嘅罪，當這個人要罪為難得咯，唔係，你心裏相信，你求你信任耶穌基督係你救主，係你上帝，你就得到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